作者千 DJX。故事夢幻島千版 0.1 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8集。關於夢幻島遊戲是同是研究的實體遊戲和真正創造。神界夢幻島機是兩個天與地界別，所以有不同特色的體會。如有能力，兩種都可以值得擁有，因為是不同風格的軟件平台開發設計給神界玩家玩樂。有關夢幻島遊戲和依機遊戲，因為千可以立即最終決定，經過所有玩家給出的玩樂體驗是美中不足的，要大家用點餐機一段時間。經過本人親身感受過遊戲的假食物的病人，本人感到十分內疚，因為在公司初是模仿神界創造神電腦編碼出來的基礎版，現在不論本公司合作或，所以關於實體空間遊戲開發，本公司免費提供夢幻島創造神機版的第3版食物食水電的插件格式免費公開下載。因技術問題，我們支援的格式是有限，希望你們所有實體遊戲或真實版開發商提供一個轉換插件格式入口，方便所有玩家使用本公司的免費配套。這是希望所有創造神界的學生開發的版本，可以幫助你們完善你們的生態圈。我們會說明本公司的轉換方法，就可以免費使用插件，令遊戲變成真實體驗，包括廁所水、食水、食物電、網絡方可以真實使用。因為技術專利問題就不公開如何設計，但所以開發商可以永久免費使用指定的公開插件配套給用家免費使用。